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19节，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基督合一。伫拿阿的时期，因周围的人拢背离上帝，犯罪，行了上帝眼中看做恶的事。咱若对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来看，记载了上帝因为人的邪恶，就来后悔创造人。上帝就互人去面对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个大水，过来也因为这个人因已经背离上帝，这个人基本上就是袂过去愿意来听叹上帝的话语。就算上帝甲因警告，将来有大水要出来，因嘛无一定会听，真有可能继续行因家己的路。当初时，照圣经的记载，只有拿阿甲因的一家人，因听叹上帝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因就伫迄个山顶来做大船。也因为安尼，因一家人甲所有的动物，伫上帝交代下面，就会通得到性命的保存。也因为顺服，互拿阿甲因一家人甲上帝来结合，嘛会通得到保守，也互世界的性命得到蒙福。伫大船内底的拿阿甲因一家人，以及所有的动物，经历着大雨、大水的阴霾，因为甲上帝合一的性命就得到保全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上帝将来袂记即拿阿甲所有甲伊伫船顶内底的动物。伊叫风吹这个大地，水就开始消退。地下深淹的水泉甲天顶的水拢关起来，大地也停止。150天内，水渐渐来消退。7月17号，船来停伫这个阿列山尾一个山顶，水继续来消退，到10月初1，山风开始来出现。上帝袂记即属于伊的人，并且会将恩典赏赐互因。对伫拿阿来讲，遐个水退去啊，就代表因的困难就过去啊。过来就要准备迎接美好的将来，因为拿阿的性命是连结伫上帝的性命。上帝甲拿阿讲：你甲你的某、囝甲新妇，拢要对船呢出来，甲你做伙的陪照、情生、通托，你也拢要带出来，互因伫地上来繁殖，来遍满这个大地。因为安尼，拿阿甲伊的某、囝甲新妇，拢离开船。所有的情生、通托，
甲飞鸟也拢照因的泪归群出巡。耶稣基督也捌安尼讲，我伫爸内面，爸伫我的内面。伊也佫讲，恁若伫我的内面，我也就伫恁的内面。是啦，基督徒应当着爱甲主耶稣基督同死同搁活，然后才会通领受着伊所赏赐互咱搁活的活命。咱也看见保罗写互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批信，伊安尼讲：那安尼，阮要怎样讲？阮应该继续生活伫罪孽，通好互上帝的恩典显得丰盛吗？当然毋是安尼。对罪这方面来讲，阮已经是死啊！阮他会继续生活伫罪孽呢？恁一定知，阮受洗甲基督耶稣合做一个，也是受洗甲伊同死，才着洗礼。阮已经甲伊同归伫死，做伙来埋葬。就亲像天父用伊的荣耀的大权能，互基督对死来搁活。咱共款也要过着新的生活。如果咱会通甲基督合做一，经历伊的死，咱共款就要经历着伊的搁活。咱知咱的旧我已经甲基督同钉伫十字架，所要做的是为着要来摧毁罪性的自我，互阮无搁再做罪的奴隶。基督徒必须将家己交互基督，互阮的罪会通得到赦免。就亲像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写的批信内底，伊嘛安尼来提到，伊来讲，无论是甚物人，一旦有基督的性命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拢来临。咱必须爱追求一个更新的活命，将咱的过去来埋葬，还是讲钉死伫十字架，甲主同死，然后咱就会当互家己的性命甲基督来结合做一体，甲主同搁活，然后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让愿主帮助咱。诗篇124篇，上主是咱的保护者。以色列就讲，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生气的时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，大水就早甲咱冲走，大涌早就淹没咱，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没淹死。咱得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食落腹。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，罗网破离，咱就得到逃走。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
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因为承认耶稣基督是阮生命的救主，会通得到救，甲基督来合一，会通经历到伊的死甲复活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